為漢字配上粵拼，以往係相當花費心力嘅兩重工序。查完字典自行判斷每一個多音字嘅正確發音之後，再需要人手將兩行英文數字漢字對齊。想再用顏色區別粵拼部件嘅話，就100字可能已經要2-3個鐘，而讀寫就只係諗究竟2、3、4、1即係點呢？粵語字體係一套完善解決粵拼製作嘅嶄新技術方案。任何漢字不論來源，只要用粵語字體顯示，都會同步上至彩色部件有聲調標示幫忙嘅粵拼。呢啲粵拼會隨語境實時更新，係一個由九州大學、教育大學、香港大學學者聯合發布嘅獨立測試下，粵語字體嘅粵拼準程度高達99.2%，10倍拋離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。想手動修改粵拼嘅時候，可以簡單用波浪號跳到下一個粵拼，又或者打 period 句號，然後再加指定嘅發音。粵語字體內附嘅3萬個繁簡日形漢字，4萬個發音，全在你掌握之中。粵語字體備有唔同嘅漢字粵拼配搭，除咗有符合香港教育局習字表版本外，同一份製作更加可以輕鬆分流俾不同程度、不同需要嘅學習者。粵語字體無需連接網絡，安全可靠，可以簡單安裝喺 Mac、Windows、Linux、iPhone、iPad 等不同種類嘅電子裝置。除咗用嚟預製圖片、文檔、幻燈片、字幕外，仲解鎖各種課堂上實時互動，例如教打字嘅時候，同時顯示翻輸入嘅粵拼，或者利用瀏覽器插件將今日新聞、YouTube 字幕轉化成教材，又或者跟住 Spotify 歌詞唱千千萬萬嘅廣東歌。就算憂鬱心難過，唱出一首代表我。粵語字體由香港粵語工房自資研究，喺 Canto.hk 獨家發行。250蚊嘅普及通行證，包含4種漢字粵拼配搭嘅粵語字體第2版永久商用授權。而500蚊嘅書像通行證就再添加大粵拼、冇粵拼嘅字形選擇。粵語工房通行證除咗涵蓋多款粵語字體之外，仲包括坊間最大規模、持續增加嘅粵拼、漢英平衡書刊、多媒體、教學以及標準時備考錦囊。於是乎，5個人各自坐埋一邊，諗咗一陣，就將佢哋嘅意向寫喺一張紙仔上面。粵語字體省時方便、價廉物美，備受各界專家推薦，以及中小學、大專院校、語文學校、出版社、繪本作者、文化工作者信賴，係教師、創作人、粵語學習者嘅必備工具。